那我哋感謝鄉一打邊呢，其實呢沒有國體類嘅依度嘅客人哦，係啲一打邊，從細呢佢哋就係頭一位大嘅，上去100嘅仔錢哦，佢哋都講好，也係最嚴重嘅100。相關嘅新聞內容呢，你就先嚟看下三下類嘅採訪報道。誒，輸嘅啊，攏一睇大，第一呢陸豐啦，嘿，但當過下嚟輸嘅漂流木啦，漂流木貴到。供電半夜除舊經濟大作，內上流通太水，嚴重損壞甲線鄉嘅情形。每類甲線鄉民看起來都係強下下嘅。事實上，同甲線鄉都太擁有60-70嘅客人，同100嘅災難都算係平安呢。不過，佢哋上去100嘅情形，韓國甚至係比87水災還會更嚴重。水啊，比87水災較大。200嘅水是瞬間啦，流下來啊，乜個東西就回牆牆，銀啦、東西啦、橋啦，都衝翻回牆牆。像安尼個山路下來吼，安尼個流霧噶，像那呢彈上迄種呢炸彈爆炸咁咯。另外100頭甲線擁堵災情清嚴重嘅就係小拿村，頭亞總生理有50人嘅相逢嘅2公婆，上去過去有生理來往嘅一條小拿村嘅朋友，行係都唔判定，不過行係都感謝100祖先嘅保庇。我睇緊我歸感情我歸好啦，同小拿村的人啊，人客啦，所以人客也係好朋友啊呢，所以我們都很心酸。大家都平安啊！感謝嘅祖先安尼保佑客家人啊，佢安全。甲線鄉民表示，人民希望政府早啲提供更加多嘅物資同資源，幫災民還有家屬，同時為更加重度暢通，統一下條天數重建家園。客新聞小婦號吳娟高雄甲線嘅採訪報道。